有行內人自命叻過唐滌生，批評唐滌生啲劇本有瑕疵喎。但係其實睇到唐滌生啲劇本有瑕疵，有乜咁巴閉啊？好多人都睇到㗎啦，冇作品係完美嘅。至於唐滌生作品嘅瑕疵啊，有啲都好明顯㗎，例如《帝女花》啦，第二幕裏邊皇后明明話太子經已撫軍南京㗎嘛，做到上表，哎呀，原來太子年方12喎，一個12歲嘅細路仔點樣去南京撫軍啊？當年唔知會唔會啊？冇人知嘅呢，應該就唔會啦。不過就算有人知，以唐滌生當時恃才傲物嘅性格啊，佢身邊嗰啲人啊，或者都唔敢出聲咯。據資料顯示，細女姐喺《紫釵記》做浣紗，本來開頭呢有一段白攬係要講霍小玉嘅身世嘅，但係細女姐覺得浣紗只係個丫鬟，而且好後生，冇可能知道小姐咁多嘢，所以呢向唐滌生提過意見。到頭來唐滌生呢就唔使佢再講啦，所以後來就冇咗呢一段開頭白攬。不過之後呢，唐滌生對細女姐嘅態度呢就有轉變，搞到細女姐都不甘示弱，對住唐滌生呢唔會笑，唔會主動打招呼，唔會講嘢。飲姐都曾經勸過㗎，不過勸唔掂喎。睇翻細女姐嗰本自傳《金枝綠葉》就知㗎啦。咁亦即係話以唐滌生嘅性格呢，就算有人有意見，而呢種意見係啱嘅呢，佢都會唔多憤氣嘅喎。咁你話其他仙鳳鳴嘅成員點敢出聲啊？雖然白雪仙女士就算係當年呢都有個名叫辣椒仔，不過對住堂哥嘞喎，佢可能成隻鵪鶉咁啊？點解啊？因為佢要靠人寫戲俾佢做啊嘛。世界上有啲人係咁噶啦，就算平時好惡，對住某啲人都會收晒火啦。至於嗰個批評唐滌生劇本嘅人有幾多才華呢？或者佢自以為好多嘅，事實就得啖笑咯。佢又話某啲演員係垃圾，希望可以清除粵劇圈嘅垃圾。咁有啲劇本係童話故事改出嚟嘅，又或者一段曲有19句相思，算唔算垃圾呢？自己睇自己寫嘅嘢呢，係唔會覺得垃圾㗎。所以呢，就算金庸或者係羅琳，又或者係倪匡呢啲大作家呢，嗰啲作品係好易有瑕疵，讀者就睇到，佢哋自己唔覺嘅。至於嗰個人呢，就話等住同跑迷開戰，我有留意過佢呢輪出啲咩片㗎。雖然我冇聽，但係睇個標題、睇留言都大概知佢講乜啦。佢會唔會非常之失望呢？似乎冇跑迷去同佢嗌交喎。同佢同聲同氣嘅人就有留言嘅，有人話生姐貪錢喎。咁唔做師傅台戲就叫貪錢㗎啦，喺第二度做戲就叫貪錢㗎啦，揾第二個做戲唔用同門嘅就叫貪錢㗎啦，揾第二啲製作人就叫貪錢㗎啦。咁成世黐住師傅，以老啃老就真係孝順啊，講唔通㗎。咁唔通走去做戲揾外界啲錢就叫做貪錢，猛咁千方百計去攞老人家啲錢就唔叫做貪錢咩？冇咁嘅事。其實粵劇圈師徒制不嬲都係㗎啦。阮兆輝嘅師傅係麥炳榮，咁麥炳榮先生喺度嘅時候，又會唔會阮兆輝做乜都要問過佢呢？冇咁嘅事。南紅眉姐跟紅線女女姐學過嘢，咁佢又係咪做乜都要問師傅呢？當年咁又唔係啊。眉姐淨係喺訪問度講過，以前佢師傅喺度嘅時候，如果有睇佢演出，佢換好晒衫出到去見佢呢，女姐就梗係話阿眉，乜你個妝咁㗎？成日都覺得唔靚，叫佢再化好啲，整好啲頭飾啫，冇揞佢其他嘢。點解其他粵劇前輩做師傅
肯放手俾個徒弟自己搞嘢，自由發揮就好地地。做任白徒弟就要成世聽師傅話呢。做得任白徒弟應該係福氣，唔係枷鎖㗎。仲有啊，任白徒弟得生姐一個咩？謝雪心就係啦，朱劍丹就係啦。點解佢哋可以咁自由？生姐自己做嘢就俾人鬧呢？嚇？咁樣真係唔係道理啊！